會，歡迎嚟到三合會講黃賭毒嘅時間。大家好啊！今日星期三啦，夜晚啦，咁勝哥咧有4場心水提供俾大家嘅，咁就包括第一場啦、第二場啦、第5場啦同埋第7場嘅。咁就第一場就會係1號搭4號啦，咁就呢個係超勁火力，就搭呢個花好月型啦。咁第二場就係1號嘅華美之威，再加埋2號嘅堅多福。咁去到第5場啦，咁就係1號搭2號嘅，咁就1號嘅立百川就搭2號呢個自用名區嘅。咁去到第7場啦，咁就1號搭11號，1號嘅輕功猛男搭呢個11號嘅一生好彩嘅。好啦，咁另外咧，今日咧會有少少特別嘅，就會係有埋咧我哋呢個之前上一季咧，我就研究咗大概大半季啦，就用呢個 AI 咧就會係 gen 咗一紮數據俾佢，然之後咧佢就會每一場咧就會俾翻頭3名啦，同埋一隻咧有機會爆冷嘅馬嘅。咁今日會擺埋上嚟俾大家參考下啦。咁就數據分析，咁就上一場就厲害嘅，咁就10場裏邊都有4-5條位置 Q 咁樣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幫到大家啦。咁就一陣間擺咗上去嘅時候咧，嗰啲數據會比較特別啲嘅，因為我係冇俾賠率俾佢嘅。咁所以有機會咧，佢話爆冷嗰隻咧，未必係喺4隻馬入邊最爛嗰隻。咁啊，自己參考下啦。咁就一陣間擺咗上去嘅時候咧，咁就大家要睇啦。參考嘅時候就撳停佢，咁就自己抄低佢，咁就自己參考啦。咁就大家贏多啲啦。好 ，thank you，拜拜。